台南是台湾第一个城市，它的城市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轨迹。为了见证台南发展的历程，也是台南历史的缩影，由市府都发局所主导，跨局处规划的透南城城市展，7月2号开始试营运。市长黄伟哲也抢先开箱，让大家看见不同时代之下，随着地景、民族和文化的迁徙以及改变，一起见证这座从大航海时代就进入世界视野的台南。而究竟该展览有什么亮点，市长亲自说给你听。府城古都，它除了美食之外，它有许多这个文化宗教的一个历史足迹。那所以说，我相信来到我们具有历史感的台南美术馆一馆，那正好印证的这个历史的足迹，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看看。不管从过去的台南县南营，或者看现在的台南市府城合并在一起的透南城，都欢迎大家一起来。展览当中有6大场馆，透过沉浸式体验，其中除了光影和水影的科技效果最令人惊艳，在文物部分也让大家看到荷治时期的水泥原料就是蚵壳，以及原来日治时代的马桶等卫生设备就长这样，也让参观的议员印象深刻。从里面进去，然后从正式时期到日本殖民时代，然后到现代，这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其实最让我惊艳的就是从过去到日本时代也好，台湾第一次有地下化的所谓的排水系统，所以有看到日治时期的马桶，哇，这都是很特别。展览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，就是有最早出现的水龙头跟马桶，这些的文物都可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往前进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以前清代时期是喝井水，那如厕不是那样子的方便，那如何在清朝时候再转化到一个真正现代化的时期的这个过程。该城市展适逢暑假期间，所以特别安排每周5、6日上午有儿童导览解说，家长得先上网报名即可免费参观。展览即日起试营运，5号正式开展，一直到9月1号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